其實我覺得共鳴係好緊要，觀眾睇完一部戲佢冇共鳴嘅，佢又唔知你拍乜嘢，甚至乎佢睇完之後唔感同身受嘅，咁係冇用㗎啦。演過嘅角色好多啦，但係你問我，反而覺得最有滿足感可能係《明日戰記》，因為係可以算係我哋港產片叫做唯一一部嘅科幻片啦，暫時喺個過程裏邊學咗好多嘢啦。咁啊，重新去面對過一個我哋唔相識嘅一個拍攝模式，因為佢太大量嘅 CG 鏡頭，我哋點樣克服佢？由上年開始啦，我哋未來仲有起碼3至到4年時間係一個更替年，呢段時間咧係一個大整改嘅，包括台前幕後都係。我哋就要做電影嘅思維都要去改變一次，因為佢嘅市場變化啦，無論係科技啦，無論係觀眾嘅改變啦，我哋都必須要迎合咯。如果慣性俾我哋做咧，就係會令到嗰件事變得太過有惰性，唔會有進步空間。其實都要我哋自己不停去發掘問題，先會令到每一樣嘢會進步。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即日為熱烈嘅掌聲歡迎第49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焦點影人古天樂先生。你好啊，又喺呢個機會咧，俾我哋嘅記者朋友同你影翻幾張相啦，我哋啲官方照先，麻煩咁多位嘅攝影師。好，辛苦晒，跟住又要同古 Sir傾下偈啦，頭先好似黃博士話齋，叫古生都好似未夠，要叫你古 Sir 啦，我哋以後嚇。嗱，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啦，2014至到185年嘅期間咧，你哋係擔任電影節嘅大使啦。今次就另外一個身份成為焦點影人，兩個唔同嘅身份，你又各自有咩感受咧？好開心啊，好榮幸啦。咁啊，做咗大使都有好幾年啦，今次做咗焦點影人啦。我覺得最重要，我哋做香港電影從業員一個最緊要嘅責任就係推廣好我哋香港電影咧，俾全世界嘅觀眾認識啦。咁啊，喺呢幾年疫情之後，我覺得最感觸嘅就係我哋要重新認識電影。咁啊，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我做今次焦點影人去將一啲信息去帶俾大家。多謝你。嗱，今屆嘅電影節咧將會播放10套你嘅代表作啦。頭先喺片段當中，你有提過《明日戰記》啦，會唔會喺呢10部入邊都有你自己比較難忘嘅作品呢？呢10部戲其實係喺唔同階段揀出嚟嘅，即係由以前到而家啦，係啦。咁我覺得可以代表到我喺呢個圈嘅成長，咁啊亦都係我覺得比較滿意同埋中意嘅電影。即係每一部都唔好錯過啦！多謝晒郭生，請你留步啊！因為而家呢個時候咧，我就想邀請黃英偉博士同埋今屆嘅大使 Angela 一齊嚟到台上影翻張合照嘅，有請3位。